開始寧安護理之前，需要佈置好房間，將俾長輩使用嘅物件，例如係洋娃娃或者動物公仔、cushion呢一啲，都事先準備好。仲有個人護理材料同按摩物品，我哋建議你將用於活動嘅所有物品存放喺同一個地方，例如係移動櫃或者手推車。所有呢啲物品應該喺活動之前佈置好，咁你就唔使喺活動期間中斷同長輩嘅溝通去攞任何材料啦。確保房間嘅氣氛係愉快、平靜同放鬆。你可以預備一啲輕鬆嘅音樂，同確保房間光線充足、溫度適宜、裝飾得體、氣味令人舒服。仲要確保唔會出現干擾活動嘅噪音。即使長輩唔方便活動，我哋都可以去到長輩床邊進行寧安護理，同樣準備好所需物品，讓長者可以自在咁享受寧安護理。